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就是3月5号政府工作报告以200多字的篇幅论及房地产行业，再次强调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并提到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所以有专家认为这一表述显示出政府对止跌回稳目标的坚定，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平衡，要因城施策，调减限制性措施，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潜力。这个专家认为说要保障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包括限购、限贷、首付比、限售、公积金贷款利率等各项限制类政策还有调整的空间。核心城市各类限制性政策的放开值得期待，也就是盼着北京、上海、深圳继续放开限购。既然政府把这个稳楼市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然后是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写进这个报告里面作为一个要求，那我想一定会成功这个毫无疑问毋庸置疑，一定能完成任务。就像那个我们 GDP 定在 5%， 那必须是 5%， 多一点那就是多了，少一点那就是少，对吧？一切都是刚刚好，那肯定能完成所以以后大家在看到各个地方媒体宣传，各个政府他们的报告里面一定会说我们这个楼市止跌回稳了，因为这是要求这个就相当于 KPI 考核哪个地方政府说我们这儿没完成，我们这房子还在下降，止不住不可能所以他想尽一切办法要稳住。就是当我们这个事情解决不了的时候，你把它写进报告，它就能解决。这个确实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独特的经验，不二法门昨天这个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2月份未经审核的营运数据，公告称碧桂园2025年2月单月共实现归属本公司股东权益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币23亿元，归属本公司股东权益合同销售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为什么要说这个新闻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碧桂园它现在2月份的销售金额23亿元，它跟3年前相比呢，它的高峰期它好像一个月是700亿吧，反正是一个月至少几百亿现在只有23亿。这个从现金流来看是不是这个公司已经是油尽灯枯现金流马上就枯竭也就是他一个月卖房子只有23亿了，他以前卖房子是700亿，有这么多钱在账上周转，对吧？就相当于这么多盖子盖来盖去的，所以它不容易出问题。现在只有23亿了，也就是说救市救了3年，碧桂园作为宇宙房企已经是抽干了最后一滴血，看它就什么时候轰然倒塌。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一个月的销售额只有23亿，对吧？它还有多少楼要这个保交楼这样的企业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呢？我们再看这个央企保利发展成为司法被执行人，第4季度出现28亿的亏损。要说这个房地产行业老大那可不是好当的这个角色感觉谁做谁倒霉你看这个碧桂园、恒大，对吧？一众前辈都已经躺下了，这个碧桂园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个恒大恐怕已经没有收入了，不统计了。万科目前仍在努力抢救之中，还在 ICU 病房自从这个行业深度洗牌，民营房企纷纷收缩之后央企地产杰出代表保利发展脱颖而出，成了这个做了头把交椅嘛，已经连续2年登上中国房地产销售冠军宝座。只不过随着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即便是保利发展这样的行业巨头，也呈现出后劲不足、业绩乏力的现象，规模净利润连年下滑，盈利能力同步走低之下，竟然出现了单季度大幅亏损，上个季度亏了28亿，甚至上市公司本身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变成了司法被执行人。1月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列为了被执行人，被执行金额只有6万多。这个你说很有意思一个堂堂的这个央企排第一的，怎么连6万的执行金额都付不起呢？还上了被执行人名单。最关键的是，如果说你当时搞错了，对吧？没来得及交钱，那怎么至今已经快2个月了，被执行人名单仍未解除。实际上上市公司如果上了
法院的被执行人名单，那就不是什么好事啊。至于业绩咱就不说了啊，你现在这个哪个房企的业绩会好呢？你房子就是卖得掉也得打折，这个房企的老大呀，恐怕谁都不想做啊。也就是你卖的越多，恐怕亏的越多，你只能这么理解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保利发展啊，前2天他还发布了关于估值提升计划的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说啊，保利发展甚至还要表示，在落实股东回报规划的基础上，公司拟计划于2025年实施中期分红，使广大投资者能够及时享受公司发展红利。什么意思啊？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亏损，他还计划在今年中期要给股东回报分红，这就叫流血分红。别的公司都忙着去市场上圈钱，作为房地产行业的老大，作为央企，你要带头分红。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利发展的现金流啊，恐怕是个问题，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有大的难处。万科对吧？现在在 ICU 病房进行抢救，接下来是谁呢？所以我们2025年我们要看这些央企能不能扛得过去。虽然咱们的文件啊说了要稳楼市，但是说一千道一万，你还得韭菜去买房，不是？你只要韭菜他不去买房，这稳楼市啊就不太容易。怎么稳呢？我们看一个视频，这个虽然是有宣传的意味啊，但是啊，我们把它看完，对你了解整个的房企破产，对吧？房企怎么破产，破产完了之后怎么处理，有很大的帮助。他这个说的是北京啊，数百名群众买到烂尾楼，刚刚领到了房产证。一个普通家庭在北京购置一套房产是一件大事，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可在昌平的一个小区里，业主花钱买房，却办不了房产证。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看看这个叫《法治进行时》的报道，大家看视频啊。没建的房屋主要是因为这个企业，因为它之前的资金流断裂，企业现有的账户已经被法院查封了，这样导致它工程款付不上，各种材料款都付不上的话，它就没法再续建了。2025年2月19日，记者跟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北京市昌平区洋房镇的一片烂尾楼。法官说，这里就是他今天要走访的目的地。整个小区啊，它有这个商业区，还有这个回迁区，老百姓也买了之后呢，我们也交付了，交付完之后他们都入住了，但入住之后一直因为土地啊被查封，所以没法办房产证。然后这一块呢，这片的区域呢，就是还没有建完的，建了一半。这片烂尾楼是昌平区洋房镇西山上品湾项目，由北京鸿华伟业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建设。2022年向业主交付400余套商品房，后因鸿华地产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建设土地及房产均被法院查封。鸿华伟业房地产公司现金流断裂，无法偿还债务，赎回土地及房产，致使业主办理房产证遥遥无期。有借的钱，还有这个房地产建筑商他们的钱，各种各样的钱，包括可能还有对消费者、购房人他们的一个违约金的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欠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已经建完完工的都已经卖出去，这种还尚未完工的一半的还没有卖。鸿华伟业房地产公司涉及债务金额高达20亿元。2024年9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法庭裁定受理债权人对鸿华地产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它现在这些就是建设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哪些？就是主体是不是已经完工了？现在剩一些公共区域的一些维修，这个建设，还有因为这个房子一个竣备标准是毛坯房，所以后续这3栋楼的一个续建成本就不算太高，5、6、7的话大概是要3000万。这3栋楼，就是3栋楼，对，3000万。现在大概自有资金的账户里被查封的自有资金大概7000多万，然后一共是需要1.2亿，有大概2100万的现金， 2000万管理人的账，还有跟那个购房款。一中院对其资产管理人提出的方案进行讨论后，指导管理人论证推进项目续建与债务清算。回款其实整个资金是完全充足的，所以现在的话，其实资金缺口目前账上加上未来的可能回款大概有2000万，那7500万现在还没有回来的情况下，
还差3000。其实我们这个破产程序中有很多这些重大的事项，比如说现在整个小区一部分建成了，一部分还没有完工。那完工以后呢，出售会有一个比较多的资金的回流。那么有这些资金呢，我们就可以去还债。主要这个企业现在还是因为欠很多钱嘛，所以呢，我们经过评估以后呢，管理人就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包括续建的资金来源从哪里来，然后有没有续建的可能性，续建还需要多少钱，这些我们都上过债权人会议。也就是后续这些尚未完工的楼盘，我们都要继续去把它建好，包括一些未完工的地下车库，建好以后呢再去出售，这样资金回流就会解决很多的债务问题。法官告诉记者，这类案件的有效办理，就是要理清群众的诉求是什么，融入到群众中去。房屋产权证是购房业主的核心诉求，办理房屋产权证事关民生，事关权益，了解他们的所需，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是给这个业主送房产证，业主呢22年就入住了，然后呢钱也交了，但是一直就办不下证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今天我们是办好了，然后呢给他送房产证。大爷，屋里接，好，这屋里真舒服。一是人开发商设计的好，二是我儿子呢选择的好。看没有，温度25度。湿度50%，这不能说假吧？我和老伴儿2个人在这儿住。张大爷是西山上品湾小区第一批入住的业主，当年张大爷就是相中了这里的环境不错，内饰空间大，花了400余万元购买了该房屋。我是2020年买的，儿子说呢，咱们买一大一点的。看这个就样板间挺满意，老您想的那会儿挺正规的，那当时很隆重的买房子，因为是他们这个资金什么被冻结了还是什么原因，然后一直就没拿到证，是个大问题。如果拿不到房产证，我这房子你说算谁的都不知道。想我都快80了，将来我100年之后我都没法往下传给孩子，也都没法办。想这玩意儿特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睡不着觉吧。法官把房产证交到张大爷手里，张大爷非常开心。他说自己岁数大了，就想要买套自己喜欢的房屋养老。当初房产证办理不下来，可没少着急。非常感谢感谢法院的同志为我们主持公道。应该对不对？就是说对于你们来说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听说也是非常曲折，非常结果很好，结果你们满意就行。作为一个业主呢，我们感到非常满意，也非常感谢法院的同志，还有相关的所有的同志。在昌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不少西山上品湾小区的业主们到这里办理房产证。我们确实是挺不安的，从这楼刚开始都怀疑要烂尾了。人家那个物业通知我们准备什么材料，我们就准备什么材料，挺踏实的。拿了以后就觉得有这证，心里头怎么着都说跟没这证它不一样吧。现在心情肯定是很开心呀，就感谢政府感谢你们呀，主要是感谢法官呀。是的，现在很开心。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但之前呢也知道他们的这个情况。最主要就是说业主其实他没有预期，到底什么时候能办，其实咱们不知道。包括管理人也去查看过你们符不符合办证的法定的条件，然后也了解到就是其中还缺一些手续，比如说一些完税证明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办，而且人也比较多，几百户，所以整个这个流程也是一步步推进。跟我说您要来嘛，我就纳闷我说这个事情怎么那么好那么顺？是的，原来是你们在后面推进，然后我就想，刚才早上还跟我爸妈说不要担心嘛，像我妈还跟着担心，说怎么办不下来，都是父母出的钱呀，我只出了一部分嘛，所以他们更担心这个。对，我们其实全程都在了解，包括我们跟这个住建部门，我们都有沟通，就是哪些环节怎么样让你们快速的去办好因为咱们是符合条件的，法律上我们把好法律关，然后呢通过府院联动，再把这些具体的事项都给它流程打通了，所以你们来办就很顺利。太感谢您，谢谢您了，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北京市一中院破产法庭的法官们依靠府院联动，与昌平区住建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等通力合作，以最快、最简单、最高效的方法推动业主们的房产证办理工作。2025年1月，西山上品湾项目正式开启房产证发放工作，第一批具备办理条件的业主们领到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大红本。
那么陆陆续续的，我们在分批次在办理。那么法院通过这个破产程序啊，法院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呢，会解决很多涉民生的问题。比如说，在他们符合法律条件下，这个案子当中，业主他就具备办理房产证的条件，具备的话，我们就会努力去推进，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把这个涉及到民生权益保护的问题给它落实好。这也是我们司法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法官告诉记者，法院介入开发公司的破产案件中，一方面解决业主办证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地盘活企业，帮助企业起死回生。那么破产程序就是一个为全体这个债权人解决他们债务清偿的问题，这是我们核心的一个目标。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对困境企业进行拯救。很多陷入这个困境的企业可以通过破产中的重整程序、和解程序，一方面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另外一方面可以让这些企业重新再盘活起来。在这个宏华伟业房地产的破产案件中啊，它主要是一个清算，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些楼盘的续建，续建之后资金的这个回收之后再去清偿债务，它整个都围绕着它盘活资产、清偿债务。在这其中，我们还要保障一些人应有的法律权利。路铺好了，人就可以走了，车也就通了。接下来，一中院破产法庭将和政府、企业、业主一起，按照成熟一批、颁发一批的工作原则，持续推动西山上品湾项目的房产证办理工作，让更多群众心中落定，踏实安心。我们不仅要在这个法院里面去出具各种文书，而且还要走出法院，走到这个权利人当中去了解他们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老百姓、业主办证的问题，那么到底其实是非常急迫的。那么我们只有深入到基层去了解他们的这个诉求，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加快我们这个工作的进度，真正的服务好他们，满足他们的需求。我刚才说了，这个视频虽然有宣传的意味，但是大家看完了之后就知道，烂尾楼，对吧？房企破产不是说把这楼给炸掉，而是把这个楼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吧？他的权益给调整掉，然后把这个楼的债权人，他的债权进行调整，然后把这个楼要盖起来。这个楼为什么会烂尾呢？无非就是那个债务太多，资产太少，房东这个实际控制人呢，他又没有钱来，他把钱已经挪走了，他也没钱来还，或者他没有找到更多的融资把它做完，也就是你的资产负债表，对吧？这边资产少，这边债务多，那怎么办呢？对吧？破产就是强行的把它负债给它去掉，把它资产让它增多，然后这样这不就这个资产负债表不就平衡了吗？只要平衡，就有人过来接盘，因为它有利润呢。所以你看啊，他在里面算账，这个楼要盖起来还缺多少钱，然后把它卖掉能卖回来多少钱，对吧？然后这个楼本身有多少负债，那这个负债它就得减了，除以2，除以3，甚至除以10，把你的负债给它去掉。然后这边股东的权益呢没有了，你这楼盖好了，你股东欠人钱，你继续欠人家钱，你还去吧。这就是叫破产。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这就是我的观点啊，因为恒大暴雷到现在马上就要到3年半，马上进入4年，拖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我在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说了，这恒大呀，3年以后破产清算，因为他需要这么长时间来把这个债务关系处理啊，来拖，对吧？来这个让各方在里面没了脾气，耗尽了精力，债权人越来越绝望，股东越来越绝望，这个时候破产清算就水到渠成。因为破产清算那是把你的债，你本来人家欠你1000万，现在说给你10万，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肯定不能同意啊，他欠我1000万才给我10万，疯了差不多，我就是不同意。但是拖了4年以后你已经耗尽了精力对吧？你自身恐怕也被债务折磨的痛苦不堪，这个时候说拿回10万是10万吧，反正那已经黄了，4年都解决不了。这个跟那俄乌战争一样，双方拖得精疲力尽，这个时候特朗普再去劝和就容易。双方正打得激烈呢，这谁都觉得把对方能打败，对吧？你再给我加点武器，给我加点人，咱就能把对方干挺了。你说这个时候让我挺，要和谈，那当然难了。这个破产也一样所以从恒大暴雷到现在3年半，马上就是4年，我觉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大量的房地产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然后快速出清这些烂尾楼得到处置，把这些交了钱拿不到房子的把他们解决掉。因为这些人是优先保障，就是叫按这个他是优先债权，保交楼也已经保了3年了，能保的应该都保完了，剩下的恐怕难度非常大，就是资金缺口大，加上现在房子卖不掉，对吧？你从银行贷款，然后你把房子盖起来，
但是那个房子卖不掉，你银行贷款怎么还呢？对吧？银行也不愿意冒着风险，就不想给你贷款。所以你把白名单搞得怎么样，银行他也得按照他的这个风控啊，按照他的要求，该不贷款他还是不给你贷，想尽一切办法就是不给你贷款，因为他知道你把房子盖起来，你这房子卖不掉，他把房子给银行，银行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啊，这保交楼保到这个时候啊，能保的基本上就保完了，剩下的恐怕都是难啃的骨头啊。那怎么办呢？破产是时候了，因为已经拖了4年，整个全部破产掉。后面啊，房地产行业啊进入新生，这要出清啊，从恒大开始啊。如果不走这一步的话，那你看这事多复杂，你欠我的，我欠他的，错综复杂呀，交织在一起，债务谁也解决不了。只有这个老板，对吧？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该负什么责任负什么责任，对吧？有违法犯罪的那就得坐牢，如果是经营不善，那也就背个债吧，反正这辈子好不了。买了房子的韭菜呢，你想办法把房子交给人家。我们再看啊，这个第一财经日报啊报道，他说老破小正在成为年轻人第一套房，说是新趋势，重要的不是大和小和新旧。他说在一线城市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但随着各地房价持续调整，不少年轻人发现在一线城市买房似乎不再奢侈。这段时间北上广深以及部分强2线城市年轻人抄底买房的现象越来越多，周边配套成熟，临近地铁站，总价较低等因素，让一些低总价房源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香饽饽。张毅今年正式成为有房一族，一套北京80年代的老小区的二手房，屋外墙壁斑驳陈旧，屋内陈设充满年代感。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么老的房子，张毅却认为这套房虽然旧，但是总价够得着，是首次置业北京的性价比之选。年轻人跑步进入楼市抄底，背后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在大调整。当房子回归居住属性，房价不再高不可攀，年轻人买房也回到了最初的意义，拥有属于自己的家，花光积蓄买下60平老破小，这次终于有家了。我倒是觉得啊，在一线城市啊买老破小，我觉得是个选择。也第一个啊，你买老破小，你不用担心烂尾啊。你要是买一个房子烂尾了，那你这半辈子都搭在里面，至少那4-5年心情好不了。就最后即便啊法院给他破产重整，就刚才那个视频啊，法制进行时，这个房本给你，你这4-5年的闹心，对吧？你买二手房就没这个风险。第二个老破小呢，它毕竟在市里面，虽然旧啊，虽然小，但是作为年轻人第一套房，作为居住没毛病，交通还方便，对吧？我的意思是，年轻人的第一套房不一定非要是新房子，对吧？老破小也可以改变观念了，不要老想着买什么新房。现在开发商靠不住啊，说倒就倒啊，说暴雷就暴雷，连央企对吧都不一定靠谱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